親愛嘅朋友，當生命嘅重擔壓得我哋喘不過氣，好似行緊一段漆黑無光嘅路，周圍一切都變得咁陌生而沉重。喺呢個絕望邊緣，你心底深處會唔會仲抱持一絲盼望，相信喺最黑暗嘅時候，總會有意想不到嘅生機出現？喺人類歷史嘅深處，即使面對殘酷壓迫，總有啲默默無聞、心存善良嘅靈魂。佢哋選擇敬畏上主，憑着溫柔堅定嘅心，喺無情命令前，為無辜生命開闢咗生路。呢啲唔係轟轟烈烈嘅英雄，卻係最動人嘅生命奇蹟。呢份無私敬畏，最終換嚟上主最甜蜜應許。聖經出埃及記1章21節溫柔啟示，因為佢哋敬畏神，神便叫佢哋成立家室。呢句金句提醒我哋，無論環境幾艱難，只要真心信靠，上主嘅愛同祝福從未離開，而且會以意想不到嘅方式，豐富我哋嘅生命。